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约伯记的36章和37章，在这2章当中，今天的经文，以利户约伯的朋友持续要向约伯的苦难来做回应。在前面的经文，他用上帝是公义的来回应约伯，为自己申冤，说自己无辜。而今天以利户这位朋友持续要来回应约伯所遇到的苦难。他用上帝的超越性来回应，来提醒，也让约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面对他正在这个苦难的情境里面。在以利户他用今天的这些话语来对约伯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许多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上帝的超越性。上帝能够使这些云彩飘移，上帝能够使闪电交加，上帝能够使这些雨水降落大地，滋润大地，来表达他的慈爱。上帝也能够用这些降雨来变成祸患，来惩罚人的罪恶。上帝的超越性在于人没有办法做得像上帝一样，人也没有办法像上帝知道那么多，有那么大的能力。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，而人不过就是人。所以在苦难当中，以利户他邀请约伯来思想，上帝使人经历平安，上帝让人在苦难当中，而在平安里面的上帝不也是上帝吗？在苦难当中的上帝不也是上帝吗？而我们为什么会平安？为什么会有苦难？这不是人能够自己回答的问题，而是上帝超越性才能够回答的问题。他超越性的掌管万有，按着上帝的意志，人是要更敬畏上帝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现在就在这样的苦难里面，在苦难当中，你知道有一位超越性的上帝，他知道你正在苦难，他知道你现在面临的境况。当你知道有这位上帝同在之后，你能够对你现在所遇到的苦难有不一样的想法吗？那如果你是这个约伯的朋友以利户这样的角色，当你的朋友正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你会以这段话来作为回应，鼓励你的朋友吗？或是你觉得这段话让他其实感受不到安慰？邀请大家来思考，当人的话语，以利户的话语，他对约伯这个朋友所说的话语，在今天以上帝的超越性来回应的时候，在明天的经文，上帝亲自要说话了。邀请大家持续在家会主，愿上帝赐福。